前列腺癌嘅藥物治療方式，特別係荷爾蒙療法與化療嘅順序，多數病人喺2年至2年半內，傳統荷爾蒙藥物會逐漸失效，進而需要接受化療。隨住醫學發展，新型荷爾蒙藥物，部分人稱為標靶藥物，如 AE 類藥物逐漸問世，並喺某啲荷爾蒙治療失效嘅患者中展現出良好嘅療效。一般而言，患者喺接受傳統荷爾蒙治療之後嘅2至3年之內，若果治療效果欠佳，即可考慮使用呢啲新型荷爾蒙藥物。然而，由於歷史因素，早期嘅研究資料顯示化療極具療效，因此過去嘅治療順序通常為荷爾蒙療法失效之後進行化療，若果化療亦都無效，先至開始使用新型荷爾蒙治療。但係隨住更多臨床數據嘅累積，現今嘅研究表明，呢一順序並非絕對。最新嘅證據顯示，當荷爾蒙治療失效之後，患者可以直接轉向新型荷爾蒙藥物，而無需經歷化療，因為現有數據已經足以支持呢種治療模式嘅可行性與有效性。呢啲新型荷爾蒙藥物嘅發展，唔單止提供咗更靈活嘅治療選擇，亦可能減少患者因化療所承受嘅副作用與痛苦。隨住醫學持續進步，未來或者有更多嘅證據支持呢啲創新嘅治療策略，進一步提升前列腺癌嘅治療成效。